来不及了，很可惜啊，因为这个帽子有特别的保佑，有加持的话，所以特别赶过来的。我也知道说今天截止是特别先过来的，对了，对我们车队过来的，大概几个人？3、4个吧，3、4个，对了。台湾大怎样？赞。会不会觉得说太神奇了这样？太神奇了，哎，也很开心啊。是。那乡公所听说也制作了多少顶给那个信众？没有，我是私人呐。私人。乡长是捐1000顶这样子。1000。但是我们有拿100-200顶回来发奖。对，就抛灯领域啊。OK。对啊，我是保阳顺英乡哦，主委甲乡长伫遮吼，甲各位报告一下吼，因为无咧索取哦非常踊跃即摆已经超3万外顶要到4万顶，所以阮从伫所伫网络公布啊伫阮的粉丝页公布，到 AM， 咱定时到 AM 5点一人1顶，分人爱来领5点了后，阮登记截止了，阮爱先甲即个帽消化掉，过了咱委员顺着讲即个公帽，搁要安怎发放，还是要安怎处理？阮会开会决定了后，阮会做一个公布，多谢大家，多谢。好，首长，我先走，下一次找你。好，哇，好可爱哦。好，小心哦，小心哦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我无啦。好，无好，拍谁？谢谢。帽子，嘿。好 ，OK。好，谢谢，请往前，谢谢。保佑大家在运动上我赞吗？赞。大家记得过香炉哦。留一点有那个现场要压掐回来爱掐回来。人数已经超过太高了，我们要先把这一批人数每个人先给他拿到帽子，然后再来第二行程再来。预估要消化多久？消化多久？消化较小，差不多15到20天左右，因为厂商没有办法应付那么多了。后面还会再开放吗？后面还会再开放吗？会但是我们要再重新研究一下，研究一下再方式那个我们就说庙方有没有想法，就是说打造成我们的一个三铁的庙的感觉，就像你看今天有没有很多从苗栗来的、桃园来的。今天有一个团队是倒位来？太棒了！今日是一个国际铁人公的啦，台湾铁人三项有限公司啦。因来不要办一个脚踏车，铁人运动会，一个脚踏车来家骑脚踏车来这边，每个人可以领到一个跟我们顺德公一起合作的一个帽子。他帽子有他国际他们台湾铁人公司的几个标志，所以10点要开始玩。即摆有人网络咧卖咱的帽我一件讲卖到2000块，你怎看法？其实这件代志，阮做你就知我伫阮顺泽公的粉丝页已经早暗就播上去，希望大家这是顺泽公那玄天上帝，大家为求平安或是运气的一个代表，不是拿来大家贩售的。我们顺德公也没有因为这个帽子拿来卖任何一个信众，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信众大德能发挥他自己的那个善意，不要把这个善意变成恶意，这样。对，这样的行为是不好的。这样行为其实真的不好。唔通安尼啦，嘿啦，这样。然后我觉得说那个玄天上帝就不会保佑你，就是你把这种东西拿去卖没有？不觉得怎样？商业化。我感觉这种东西拿去商业化实在不好形象。因为我们公里都是自由乐捐的，我们没有在卖什么了。人家说干脆一顶200卖，我们没有在买卖，我们只是自由乐捐而已。好。